平时两秋嘅作家钟天明作本下注因为不偏过世呢，许多中心上嘅文学界好朋友如去讨仰，也每也家庭爱办成阿爸嘅遗言，重新整理伊嘅文学作品来出版，来表达对阿爸嘅思念。台湾文学作家钟天明喺22號下注過身，杜卡人已經喺面濃嘅處所打破靈堂，準備送伊行人生嘅最後一程。2個禮拜以前，鐘天明就幫陸卡人追到醫院嚟進行健康嘅檢查，但是喺檢查時節，才發現嘅心臟血管有食到嘅情形。雖然院方喺進行2個禮拜嘅緊急醫療搶救，最後還係不幸過身呢。因為伊個傾向，所以伊個情苦咩個痛苦，啊，人哋其實可能咩個唔判得伊安尼苦，係啊。唔過人哋其實咩個咁差異啦，就講啊，伊按有軟力，本人哋差唔多2個禮拜嘅時間去適應講啊，哦，伊可能會離開安尼。簡單的靈堂在病床先發，雖然是喜嘅之情，但是鐘天明嘅家屬還係依照伊生前簡樸嘅態度來表達對伊嘅思念，為了完成阿爸嘅遺願。更加鐘天明嘅3位母爺，馬家天體圈起地位，重新來製作伊生前嘅文學作品，讓本見到人可以了解，也俾學習作家豐富精彩嘅人生。以前報嘅有同人講，伊也全是想出版，我人哋開始整理，伊也全是整理伊也幾條作品啊，啊尤其自家一起改哦，改啊同人講，我擺寫嘅東西係唔會差嘛，看起來係個得意呢。係啊，啊，估計伊嘅事業就可能醫生也全是有辦法出版喎。等人哋我推仲下佢好，我有主鏡，還我有畫圖嘅哦。中理科文教基金會表示，作家鐘天明嘅告別式將會喺9月10號早晨頭喺面濃中理科紀念館來舉辦公祭。官方話表示，為了表達對鐘天明嘅最後懷念，將會對外幕室推相關嘅文章相片，希望做得來製作一本紀念文集，用一代本土文學作家嘅風範，永遠流傳下來。客家新聞整份子，高雄報道。